時代美神二期咧出咗筍盤啦！呢一個單位咧係128平嘅南北通細房2廳2個廁所，發展商嘅交付標準冇住過人嘅，所以同你買新樓係一樣嘅。你睇下南北通，跟住門口有一個房間啦，1、2、3、4個房間，跟住你再睇下佢主人房。Suki 買嘅都係呢一個單位，即係呢一個戶型嘅主人房。呢度真係超大啊！床咧擺呢度啦，跟住將呢一度全部做一排嘅衣櫃過去，幾多衫都擺得落啦。仲有就係咧呢一個景望出去，我琴日完散咧啲放煙花，望出去好靚啊！仲要咧當時買嘅時候你要去到170、180萬啊嘛，而家只需要幾多咧？120幾萬咋，130萬都唔使啊！你話係咪筍啊？仲要係咩呢？小區門口就有超市，生活非常之方便。咁我哋香港嘅朋友呢，呢度有直通巴士翻去咯。咁呢一度西區啦，大家都知時代美神二期呢一度生活啊，各方面配套啊都已經係完善嘅啦。所以你有冇新憂呢？嗱，下邊留言俾阿 Suki 啦。